14當前，有的議員詹培雅愛心義工協會發起的寒暑假助動計劃，對當初一天提供180個便當，到目前超過300份。13年來累計送出超過20萬個愛心的便當，投入超過2000萬。而且當年來攏是靠着社會各界的小額捐款。今年暑假閣將要來臨，將有的議員的後生歐正豪，也就是新任的義工協會理事長來接棒，希望活動會用個一檔團一檔。我很感動，我嘛感覺說，我說不上，經過14年大家的幫忙，讓我這個活動我能夠辦得，我覺得很成功。因為我看到很多孩子，有時候在路邊看到我都會叫我阿美，阿美姐，阿碧呀，曾培呀，我都說你怎麼認識？我吃你便當長大的，或是說也跟我以前說你幫忙過的，我覺得我看，其實我都根本都不認識他們的路邊等的，常常有碰到這種事情，就表示我們這個計劃做得非常的成功。曾培雅議員，還有我們的資金老師、子珊老師、美玲老師，還有所有協會的會員，在14年前發起這個活動，而且營運了14年，越來越成功，越來越溫暖，才有歐正豪現任理事長，希望能將這樣的愛、用心的關懷持續下去。到場出席的除了東區各中小的學校老師、家的校長，以及教育局副局長、加社會局的專委，攏親自到場感謝愛心協會的付出。有感恩，那以後這些孩子們到這一個社會上，他就會把這個愛的力量，就像我們今天影片所講的，是一個傳承，然後傳承的力量會繼續延續下去的哈。那最後也期許我們明年這個活動繼續辦下去，好不好？好。你當中上感謝的就是各善心團體支持家的付出，包括南明賽主會、華裔扶輪社、家的水順企業等。而愛心義工協會新任理事長歐正豪嘛表示，動工的團員不只是職務的交接，更加是延續議員詹培雅14當來對着囡仔的愛家的責任。伊強調，未來將持續以溫暖團結、愛心永續為核心，繼續守護綠色的海洋。台南新聞林英根採訪報道。